道。另外来关心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流感引起的重症病例有29例，死亡的案例嘛有8例。另外，南部的天狗热，顶礼拜是搁增加125例，其中伫台南有104例上济，嘛有2例是重症。因为天狗热的疫情即马有摊开的趋势，台南市的卫生局已经有设体检站，有镜头的民众就会当随去抽血检验。最近人有艰苦无？会头安尔，真到气寒。卫生局人员来到台南仁德区，甲民众抽血检测，看敢有挖到天狗热。因为南部本土天狗热疫情继续咧增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125例本土天狗热病例，其中以台南市104例上侪，佫有渐渐向外生传的趋势。另外新增加2例天狗热并发重症病例，其中1个佫咧交病房抢救。其中1位是还在这个一般病房接受治疗，那状况还算稳定。那不过另外1位因为有出现这个败血性休克跟这个肝功能异常的状况，那目前是在加护病房继续的接受治疗。另外最近流感疫情确认，不过流感并发重症通报数并无下降。顶礼拜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病例，佮增加8例死亡个案，拢是50到80几岁，其中有6例无注本季流感疫苗。他们一开始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发病之后大概8到10天，因为这个肺炎并发呼吸衰竭，那部分个案是因为有这个败血性休克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而死亡。那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顶礼拜每日平均增加190例本土并发症病例，下降8.2%。疾管署研判已经过高峰期，有国来会持续下降2-3个月。另外，高处疫情持续，顶礼拜增加11例本土个案，烧化风险也真悬。提醒高风险的民众赶紧去注2剂高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